我即马心脏未堪，袂是要去倒摕威尔刚啊。等一下有替你留一粒。哦，等下阿伯啦，阿伯啦，底下足济阿伯了。有哦。枪答。好，来试看卖。什么器官？哦，嘿，是你拢老伙仔你食较济啦。啊，我就讲要食哦，嘿，就爱去医生，不是啦，小姐啊。我知影要找小姐啦。你知影找小姐啦？哎呀，讲的是正确的，通食就食，啊找小姐无看，食就要当烧啦。不是啦，找小姐另外吼，伊本早是要治疗咱身躯多一个器官啦，嘿，跟找小姐无关系啦。迄是食了的作用，啊，伊原本是治疗这个对。我落康哦，嘿，食落哦，嘿，咱人精神较好，哦，所以是治疗头壳的，这落康食落哦，嘿，对心脏嘛无好啦。所以你认为是倒位？是倒位？你认为是倒位啦？你感觉讲一个器官就好。器官，无好啦，这落康食落拢嘿，我有啥物嘛，卖食啦。对啊，卖食呢。莫食伤济啦，常常去找小姐啦。哦，你食落逐项拢无好啦。好啦，好。人拢无好。咱来关。嘿，伯啊，你算好不好者。食落哦，咱这个心脏哦，哦，拢会好。会较会心脏好。哦，所以我有讲哦，吃面无去找小姐。对啦来，我问我就讲无啥嘿我来问老师，伊讲心脏对唔对？心脏是正常的答案。小姐买错起来啦。我是感觉，互阿伯回答吼，我的肝较无好啦。啊，鱼啊，真少你休困，我感觉这有较对我来讲较牵强，哦，所以我用删去法的方式，我选对甲微调。 A。安尼，啊，毋过这个请问，我即马心脏未堪，袂是要去倒摕威尔刚啊。等一下有替你留一粒。等下阿伯啦，阿伯啦，底下足济阿伯了。有哦。好，啊，毋过停的，你就甲伊无共款。你感觉是辅助的，他有打着台啊？毋过我感觉伊甲合作是最有连结。啊，那这边就是四个人拢会共款，是因为鱼啊真少你休困。哦，来，我要问一个啊，来，因为咱伫信用念经的时阵吼嘿，爱卡木鱼吼。嘿，卡无去，那木鱼的意思就是木鱼，鱼啊伊的个性吼，都爱逆水而上，爱逆水，治水，逆水修行，逆水袂使顺水落去，顺波逐流啦。所以爱逆水去哩，鱼啊有这个精神，咱做人袂使去轮回，就是随波逐流。咱若要修行，就爱正水向上。好，安尼第二项，鱼啊暗时是袂含目无困，鱼啊咧困是目睭嘛是拢紧着。对。啊，所以伊有这种精神，就是讲日夜拢爱精进，这个意思。哇，这足深的呢。真正是，你即马你有话要讲哦。我感觉讲，伊就是爱非常有把握，才会死的拢超共款的答案哦。你做有把握的哦。不，这你有所不知，我小解说一下。是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无。一困就要倒啦。无听着，这四位哦，拢捌伫庙的内底做过代志，无咧做庙公的哦。嘿，啊，我无听着，因的答案是唔对的，是你对哦。哦，嘿，我感觉这款可能是有较细啊。真歹讲哦。好，咱来看一个，正确的答案是。这是不是什么原因？我嘛唔知啊。咱来问老师吼，来老师。啊，修行人吼，因感觉是爱足认真咧修行，袂使休困啦吼。是。啊，所以因暗时嘛无倒咧困，有坐咧困啦吼，啊打坐啦吼。啊，因啥会用这个鱼，就是因看鱼仔的时，感觉鱼仔嘛，那像拢无咧困啦，吼，目睭拢紧咧。其实鱼仔有咧困啦，全世界连树仔都会困，莫讲鱼仔啦吼。不过因看的是看袂出来，因为像拄则讲的，讲目睭拢无起啦。吼，啊伊困的时目睭嘛无起啦，因为你若有饲鱼的人，你知影暗时电话关起来，鱼仔嘛是共款的，就去迄个底吼底下咧休困啦吼。所以其实鱼仔有休困，但是因就是咧看的是，因是感觉讲看起来鱼仔那像无休困，所以因感觉咱人爱学鱼仔呢，
所以用这来做因认真修行的一种鼓励勉励，讲咱爱甲鱼仔共款吼，袂使休困，爱每日拢在修行啊。